手牵手，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，手牵手，有你的笑容，手牵手，充满你的爱。在一个世界上，有快乐甲悲伤，因为你对阮的体谅，阮的心内充满芬芳。在一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英雄。一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春风。在一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理想。一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永远的太阳，手牵手。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福将的死只是一个导火线。从我嫁进陈家的第一天开始，我就一直在担心，有一天我会离开陈家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会是在失去福将的悲伤中离开。我是个寡妇，又带着2个拖油瓶。阿喜的妈妈肯接纳我，那是我的福气。可是她一旦对我稍有嫌隙，我过去的种种，就会造成她对我的不满。所以我们离开陈家，跟你并没有太大的关系。可是如果福将不死，你就可以一辈子待在陈家，跟爸白头偕老了啊。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我就不会再怨天尤人了。就像我决定踏出陈家，就不会再踏进陈家一样。你离不离开这个家，都不能改变我跟陈家的关系。妈，少年夫妻老来伴，我们不想看你孤孤单单一个过一生。我怎么会是孤孤单单一个人呢？我不是常说，我还有你，还有玉凤吗？只要你们2个平平安安长大，将来你们也会生儿育女啊。到时候，我们不是又变成一大家子人了？我们2个就像妈的左右手，失去任何一边，妈都会觉得遗憾、痛苦的。你明白吗？妈，其实我告诉你，刚刚那一句“少年夫妻老来伴”，是我家金龙的。看你，叫你平常好好念书吧。计划创啥？多谢你教我咧馒头内底加苦嘛，即马买馒头的人加足多呢。即嘛无需要互我钱啊。这是要害互恁阿母的啦。多谢恁当初将阮厝税钱甲米粉钱啊，若无嘛无今日的日子。来，免啦。别个啦，你一定爱收。若无哦，后摆哦，我都唔敢接受你的帮助啊。好啦，我先留咧。其实我照顾阿母含你是应该啊，哪遐客气咧？
我想要对福州是较别的心。我已经4个亲生囝，我真无法度两代金良。心妹，刚讲我无法度两代金良，你就一直爱走。你知影无？咱前世人要受偌济缘分，这世人才法度做翁仔某。你哪会使讲走就走的？阿喜呀，阿喜呀，有啊。啊无你是安怎啦？啊透早咧，家己一个人安尼都随身点仔行来行去，你是食饱收营哟？你歹啦！我昨想规暝吼，谁那金良离家出走，我心肝头一直拢袂定。啊，我毋是你腹肚内面虫，我要较倒会知的？我嘛唔知影。阿母，谁那我心肝头一直拢袂定着咧？我一定是甲金良吼当作家己亲生囝同款，才安尼啦。啊，他人姓强，你姓陈呢？好啦，准做你有甲当做家己的亲生囝同款啦。人敢有甲你当做你是伊的亲生老爸？啊，阿母，我想到啊，心妹去走迄天吼，伊有讲一句话啦。伊讲我已经失去一个囝，万一阁失去一个，福将无啊，我阁有金良啊，我哪会使目睭金金互因离开咧？阿母，我去找心妹因母仔囝转来。等下，阿姨啊，我还阁一口气伫的哦，你袂用阁甲我带因母仔囝转来啦？阿母，福将，我的金孙是金良害死的呢，因家既然打出蛋糕吼，你若免想想要阁带因倒转来啦？阿母啊，加吼，我和心妹阁生一个金孙兄弟嘛。是妹几岁啊？我若毋忙伊哦，不如吼，我来拜托阿水姊嘛吼，较紧甲你介绍一个，互你。喂，阿姨啊，阿姨啊！哎呦，我这个戆囝哩，啊人牵你唔行，安尼鬼牵酷酷行啦。哎呦！10块吼，多谢你哈。买包啊！买馒头哦，有人要买无？包啊，馒头啦，烧的哦，好食的哦。买馒头啦，买包馒头啊。喜妹，阿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刚到。这里怎么变了这么多啊？我都不认识了。当然了，你都10年没有回来了吧？你看看这里都变市场了，稻田里都盖房子盖满了，以前那个旧市场啊都拆掉了，现在盖大楼了。时间过得真快。哎，你怎么还在卖包子馒头？你还在教书啊？我被你这双巧手，只好一直误人子弟了。什么误人子弟啊？能够被你这么有耐心又学问好的老师教到，是学生的福气呢。结婚了吧？还没有。你眼光不要太高，错过了结婚对象，多可惜啊！我今天早点休息，回家坐坐吧。好啊，好啊。哎，阿喜呢？也该退休了吧？我们离婚了。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说来话长，回家再说吧。哎，我来。
你做不惯这粗活的。行的，我行的。好好。你还住这儿？这个虽然旧了一点，可住起来挺舒服的。你放这，我来收拾，你就去洗手好了。喜妹，我已经想通了。阿奇，刘老师，我刚才听喜妹说你们离婚了，我真的大吃一惊。没想到是为了福将的事。阿喜，我这一辈子只做出过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，我把喜妹让给了国家；第2件错事，把喜妹让给了你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热。阿喜，我这一辈子只做出过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，我把喜妹让给了国家；第2件错事，把喜妹让给了你。现在我不会再退缩了。没想到我跟喜妹绕了这么一大圈，还是回到了原点。这大概注定我跟喜妹有缘分吧。什么缘分？有缘，天涯也咫尺；无缘，咫尺也天涯。咬文嚼字，啊，听下拢无啊。我等。免找啊啦，喜妹无转来。你唔是甲我讲要去带喜妹转来，是安怎你家己坐转来哈？我都还要开喙咧，都来一个。安怎？喜妹交到白查甫人啊？晓？阿母，你有脚头腐朽，嘛知影讲喜妹唔是这种人，煞唔知影刘老师转来啊。刘老师，唔着迄江太太因迄个亲情，叫安邦迄个哦。是啊，伊转来看喜妹，伊早唔转来，晚唔转来。伊知影我和喜妹离婚啊，伊阁讲这介侪你无要让我。笑破人的嘴唔正呢，当喜妹也唔是啥物人啊啦，是讲话讲倒转来，阿喜啊，我看你原来爱较醒啊啦，这就是注定你甲喜妹无这个缘分啦，无是安怎？安邦会这个时阵倒转来，归去啦。你对喜妹爱死这条心啊啦！趁喜妹即嘛有人要治，互伊去啦。较唔免讲你若搁娶一个新喜妹心肝头都袂爽快啦。阿母啊，你明知我心肝头只有喜妹尔，万一你若真嫁予刘老师，我也无要搁娶啦。你即摆来甲我讲啥哈？你是挑故意要互咱当家绝孙，你要互我气死了哈！我哪会敢啦？唔敢上好啦，莫定定甲我名月过啦。连讲甲我来相亲，我都唔相信讲找无比喜妹搁较好的查某啦。
喜妹，我刚才句句都出自肺腑。当年我把你让给了阿喜，是因为我还没有信心，我害怕我不能好好的照顾金龙跟玉凤。我以为阿喜，她才能真正给你一个幸福美满的家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我回来看到的，却是你推着车子在市场里面忙碌奔波的。阿喜，他违背了他的诺言，他没能好好的照顾你金龙跟玉凤，这是我最不能谅解他的地方。现在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喜妹，我可以给你阿喜所没办法给你的物质享受跟精神生活，相信我。我去把衣服收进来。喜妹，你为什么一直要逃避我呢？你坐下来听我说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也许你无法忘情于这么多年的婚姻生活，也无法贸然接受我对你的感情。没有关系啊，我只希望你能够好好的考虑我刚才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我会等的。我暂时还不走，我在附近先找个旅馆住下来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我先走了。妈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金龙，玉凤，看看这是谁？不认识我了？安邦叔叔。啊，金龙都长这么高了，玉凤也越来越漂亮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咦，阿茂叔叔，你怎么刚来就又要走啦？对啊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先找个旅馆住下来。不用啊，你就住这边啊，你可以跟我一起睡嘛。这样子不太好了。我们虽然是亲戚，可是外面闲言闲语的，不好。我走了。不行啊，至少吃一顿饭好不好？对啊对啊，阿茂叔叔，你一定很久没有吃过家乡的道地菜了。今天晚上啊，我就跟妈妈联手煮一桌丰盛的菜招待你。那你就留下来吃饭吧。那师傅把行李给我。妈，我去帮忙洗菜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妈，这么多年了，阿茂叔叔还不结婚，他是不是还在等你啊？你听谁说的？听爸说的啊。爸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啊，有多骄傲你都不知道。爸时常说啊，他说啊，阿茂叔叔人长得又帅，书啊又念得多，可是到最后啊，他竟然把阿茂叔叔打败了，把你娶进门了。你别听你爸胡说，哪有这种事？说话归说话，手别停下来啊！妈，可是你说阿茂叔叔到现在还不结婚，到底为什么？当然是没有理想的对象。可是人家说台北女孩子就长得很漂亮哎，阿茂叔叔在台北住那么久了，怎么会找不到合适的对象？别问我，不知道。妈，你说阿茂叔叔他现在还不结婚，是不是因为你啊？小孩子别乱说话。可是你跟爸爸都分开那么久了，你看阿妈现在又积极的在帮爸爸相亲哎，那爸爸如果真的结婚了，那你怎么办？结婚很好啊，我会祝福他。可是你要为自己以后打算啊。已经说过了，我只要有你跟金龙就够了，哦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会去想的。妈，每次都这样，你要想想看哎，将来啊，有一天啊，我也会嫁人啊，
金荣啊，他有过自己的家庭，以后剩你一个人，这样不是很孤单吗？别这么老气横秋的，好像我是女儿，你是妈妈。